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2026年嘅6月6號星期六，4條綠疊加，你就知有大事發生啦。嗱，中證監啱先至點名富途老虎長橋涉及違規銷售佢哋嘅證券業務之後咧，富途老虎長橋被罰款天價嘅幾億聲啦，點知轉個頭咧，富途又出事啦。嗱，你一定要睇完我套片。即係我所講嘅內容，關乎到你戶口嘅錢嘅問題啊，好大鑊嘅呢次啊！咁我睇下呢單新聞啦，嗱就呢單新聞就啱琴日喺發生喺日本嘅，就係話富途旗下嘅 Momo 證券涉及到不當嘅銷售，面臨日本監管機構嘅行政處分，同埋咧可能會涉及到巨額嘅罰款。咁我哋睇下呢單新聞講啲咩啊？咁就喺琴日啫嘛，嗰個日本嘅證監會咧，即係 SESC 咧，基於對於 Momo 證券嘅檢查結果啊，要求對於該公司咧實行呢個行政嘅處分。咁呢單嘢咧就係話呢個富途 Momo 由舊年2月至到5月期間啊，不當銷售呢個77隻美國嘅 ETF 同美國嘅 ETN 產品啊，咁令到咧客戶喺不知情況之下咧，即係透過免稅賬戶買賣上述其中嘅幾隻產品啊，後尾咧就富途 Momo 發現問題，並且停止銷售啦。咁但係咧就冇改善到相關嘅條款啊。就係舊年11月至到今年1月又違規銷售啊。搞到咧就客戶咧買入該隻 ETF 產品啊。咁日本嘅監管機構咧就話富途 Momo 咧就唔聽話啊。咁就係未查清楚咧涉及到1500個客戶是否涉及到可疑交易啊。咁所以咧就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咧，即係呢個富途 Momo 啊，包括咗富途證券咧，呢排真係禍不單行啦，即係先喺香港出事，跟住喺日本出事啊。咁未講到對香港嘅戶口有啲咩影響之前咧，嗱，我就先同大家講講嗱，你所有嘅投資產品，包括你嘅證券戶口咧，你嘅投資地點或者嘅投資戶口，你一定要有狡兔三窟嘅心態啊！咩意思咧？就係話你如果假設有富途啦，你一定要開多個其他嘅證券啊！即係包括我投資嘅風格都係一樣啊！即係除咗香港之外，我仲投資日本、新加坡、英美加澳、歐洲，係目前唯一多幣種全方位投資、實時通報交易標的同埋展示自己真實交易賬單嘅財經 YouTuber。絕非嗰啲咧，嗰啲 Excel 股神啊，只係喺 Excel 度公佈買賣標的嘅 YouTuber 同埋 Blogger 可比啊！歡迎大家做我嘅，包括免費、普通同埋高級會員啊！會費好少嘅啫，但係賺到嘅錢咧，一定係今日一杯咖啡嘅價錢換取聽日10個午餐嘅收入。好啦，咁我哋講講富途。首先喺香港呢幾年嘅發展咧，其實佢擴充好快嘅，呢個無可厚非嘅嚇。大家睇到佢嗰啲旗艦店，除咗銅鑼灣之外咧，仲有尖沙咀啦、荃灣咧、旺角啦、銅鑼灣啦、將軍澳、沙田、屯門、灣仔、葵涌啊。總共喺全香港嘅店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10間啦，係咪？但係有一樣嘢咧，富途就可能佢對佢哋係致命傷，就係大家見到咧，佢嗰個網頁咧仍然喺大陸嗰邊嘅。嗱，大家見到佢個網頁咧就係粵公安嘅嗰個申報嘅號碼啊，就係呢個4403050開頭嘅嚇。同埋咧，佢喺嗰個大陸嗰邊啊，公安同埋網上公安嘅報備咧，都係用翻大陸嗰套嘅登記系統。你呢次咧，即係喺呢個嘅中證監點名同埋罰款之外咧，就係所以有個依據啦。因為佢喺大陸登記啊嘛，咁你到底係香港嘅嗱？如果你係純香港券商咧，你應該係香港報備同埋登記啊嘛，係咪？好啦，跟住咧，我哋講個 Momo 啦。嗱，呢幾年富途 Momo， 即係 Momo 咧，就係佢喺除咗香港同埋大陸之外用個名啦。佢就係用 Momo 呢個名啊。佢喺2018年喺美國嗰邊開咗啦，跟住喺新加坡咧就係2021年開咗，跟住咧22年就開咗澳洲嘅 Momo 啊。同埋日本嘅 Momo， 所以呢次咧日本就出咗事啦，係咪？好啦，跟住23年咧就喺加拿大。
24年馬來西亞，25年咧就係紐西蘭。咁我哋見到咧呢幾年嘅富途咧，包括咗富途 Momo， 佢個擴充係好快嘅。咁啊，所謂我哋俗語有云咧，人紅是非多啊嘛。咁啊，所以咧我就勸即係富途相關嘅即係嗰個領導層啊，包括李華先生咧，嗱，你做事咧就即係唔好咁高調啊，否則嘅話咧就係面臨呢個嘅唔單止包括中證監對你嘅罰款同埋懲罰之外咧，仲會涉及到世界其他地方即係嗰個 Momo 咧就俾當地嘅監管機構行政處分，同埋可能會導致呢個嘅巨額嘅罰款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就勸富途咧同埋富途 Momo 即係做事唔好咁高調，同埋擴充得太快咧會帶嚟好多嘅問題啊，包括但係不限即係中證監或者係其他監管嘅機構對你嘅罰款同埋行政處分啊。咁對於我哋香港嘅客戶有啲咩影響咧？嗱，我即係頭先我講咗啦，即係我投資嘅地點咧，即係不嬲都比較多元化，投資嘅產品亦都係多元化嘅。咁所以咧，我哋開戶口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除咗香港本地嘅券商同埋中資券商之外，仲有包括咗 IB 啦、盈透證券啦，跟住嘉信證券啦、Charles Schwab 啦，跟住 First Trade 啦，呢3間之中，我都同時有開2間，即係如果跟開我嘅人知道我有開呢個嘅IB 嘅盈透證券。IB 咧就包括咗呢個 IB 香港同埋 IB LLC， 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呢一排嗰個中證監對於香港券商嘅懲罰咁就係可能會涉及到以後嘅 IB 香港。如果大家有機會咧，如果你有海外嘅護照即係我就勸你狡兔3窟，開多個 IB LLC 以備不時之需仲有嘉信證券啦，同埋 First Trade 都係大家見到呢幾年，即係呢幾年開始即係一路係本地嘅券商咧，就受到呢個中證監嘅點名同埋懲罰富途老虎長橋總共俾罰咗幾多億，大家就知道啦，係咪？仲有一點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你嘅嗰個香港嘅問題喺邊度？咁我就唔話公仔話出腸啦。所以咧就我勸大家，如果可以開嘅話咧，你一定要開啲即係國際嘅大型嘅戶口大家有啲咩問題咧？歡迎喺我嗰個 YouTube 頻道留言就係另外咧就唔好忘記訂閱我嘅 Patreon 嘅頻道歡迎大家做我嘅會員就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呢個內容咧就不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所有嘅資料均嚟自網上歡迎大家評論，我哋下次見，拜拜。